成长的代价就像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长跑，漫长而艰辛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和未知。我们无法选择是否要成长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。这条路上，我们要学会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，学会默默咀嚼失败的苦涩，学会用沈默取代抱怨，然后一次次地擦乾眼泪，继续朝着目标前进。没有人能够避免这条成长之路，也没有人能像一张白纸那样一生毫无痕迹。每个人的生命都被一次次的经历所书写，而那些经历中藏住的是我们成长的代价与价值。回顾我们成长的过程，或许会发现，那些痛苦的时刻恰恰是我们生命中的转捩点。每一次跌倒，每一次失败，甚至每一次看似不公的经历，都在塑造着我们的性格和态度。有时候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正是这些我们以为无法承受的经历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和成熟。当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压力和挑战时，那些曾经的天真与单纯便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冷静的思考和更加稳重的处事方式。成长是一种改变，而改变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挣扎。我们或许曾经无数次怀念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，那段我们不需要思考太多，也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光。然而，成长的意义就在于，我们不再仅仅为自己而活，而是开始承担更多的责任，为他人考虑，为未来打算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慢慢发现，自己曾经熟悉的样子正在悄然改变，那些曾经熟悉的朋友、熟悉的环境，甚至是熟悉的自己，都不再像以前那样。时间是成长最好的见证者，也是一位无情的导师，它让我们学会如何看待人性，如何辨别真心与虚伪。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，我们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像自己想象中那样纯粹，也不是每段关系都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。时间教会我们不要轻易地对人敞开心扉，也教会我们如何用更理性的态度面对人情冷暖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也会失去很多东西，或许是曾经让我们感到温暖的友情，或许是我们曾经无比珍视的一段感情，甚至是那些我们以为永远不会改变的信念。然而，失去并不意味着失败，它只是生命的一部分，是我们成长所要付出的代价。正是在这些失去之中，我们学会了珍惜，学会了感恩，也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与自己和解。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，成长的代价尤为明显。每一个梦想的实现，都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。我们需要牺牲自己的舒适区，放弃那些轻松愉快的选择，甚至需要承受来自外界的误解和质疑。然而，正是这些艰难的时刻，让我们对自己的梦想更加坚定。他们提醒我们，成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需要经历无数次的跌倒与爬起。成长的过程也是一场内心的修行。我们学会与自己的过去和解，学会接受自己的不足，学会用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能会迷失，可能会感到无助，但最终我们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。成长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，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。当我们停下脚步，回望成长的旅程时，才会发现，那些我们以为无法跨越的困难，早已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宝贵财富。那些曾经让我们感到痛苦的经历，如今却成为了我们最值得珍藏的回忆。成长的道路或许并不平坦，但正是这条路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，也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。成长不仅仅是外在的变化，它更是一场内心的蜕变。它让我们学会了如何爱自己，也让我们明白了如何去爱别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逐渐懂得，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我们如何去面对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。我们开始学会放下执念，学会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得失。成长是一场持续一生的旅程，没有终点，也没有标准答案。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条路上摸索前行，有时候会迷茫，有时候会疲惫，但我们始终在进步。我们从一个懵懂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更加成熟的自己，这个过程或许艰难，但它的意义却是无可替代的。或许成长的代价是失去纯粹，失去简单，但它也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智慧，更多的坚韧，更多的可能性。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学会了承担，学会了付出，也学会了如何在生活的困境中找到希望。
成长是一场充满挑战，但也无比美丽的旅程。它让我们更加清楚自己是谁，也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一路陪伴我们的人。这条路或许漫长，但它带给我们的价值和意义，远超过我们所付出的代价。因为正是这些代价，让我们变成了今天的自己，让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永不退缩，永不放弃。